上環喜利街23號地下，建築面積約640平方尺，鋪闊約13尺，鋪深約33尺9寸，樓高約19尺。物業距離上環港鐵站僅2分鐘步程。物業位處中上環特色食街，各國美食雲集，早午晚飯時段人流不絕。鋪位位處傳統中上環核心位置，環抱商業、酒店及住宅群，顧客消費力強。鋪位位處大單邊，間隔四正冇柱，能見度高，廣告效益大。附近多項重建項目正在進行中，重建後將成為新型商廈及酒店。新發展落成後，相信能提升該區周邊嘅物業價值、人口活力以及消費力。鋪位現租客為中式麵食店，附設3上100M 電、洗手間及來去水等配套。歡迎聯絡我哋。